继续来看这个台湾菜馆bingo，每5分钟就开奖一届。过年期间，搁来加码，买起是强棍。台北大稻埕的附近有一间菜馆行，昨暝在1点外，有民众无得奖是爆发着纠纷。这个民众离开奖的这个开奖的前10秒才来落赌。 错过原本爱兑奖的迄期，但是伊自认应该爱得奖，指控头家甲骗2000块，甚至来恐吓着头家。头家为着好气生财，就摕2000块予伊。是边仔民众看袂做理来报警，经过警方的协调，迄个民众才甲钱还互头家。 菜馆行内底头家甲人客火气拢真大，这个人客强要秉道，伊无插这个头家红某，认为伊有得奖。你没有钱，请不要玩。原来这个查甫人落赌的时间甲开奖差10秒钟，甲奖金受伤身，指控头家骗钱，闹甲店内其他人客拢看甲袂做咧，随报警。我要不打不出来，慢了10秒钟。 警方到场时，爱双方冷静，拢是因为这个查甫人一暝输2000几块，想要搁平，买宾果2种算法，搁落一赌12杯，开600块，拢是伫开奖前10秒钟才落赌。一个开奖，伊当作讲已经得奖啊，抑过头家讲，这算后一期，伊就指控讲这个头家骗伊的钱。抢家，还是要伤害我老婆，我就说我在保护我老婆，我拿钱给她。 结果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举用的，不可以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大东区延平北路的一间菜馆行，昨暝11点外，这个查甫人搁恐吓这个头家爱较细致咧，业者真无奈想要退伊5000块，这个查甫人敢若摕走自认为得奖的2000块。你自己没把钱还给老板好不好？老板是主动，我不是我向他。老板不想与消费者纠缠，故已经给了消费者新台币2000元饷，息事宁人。经本所现场协调，消费者愿意退还2000元给老板。 这款宾果每5分钟开一摆奖，一天差不多204期。过年期间还有加码，有真个乡亲想要试手气，买卖双方落赌的记号无同款，闹出消费的纠纷。所以讲提醒乡亲买落赌进前，爱问清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